台南市议员李美燕结合妇女联合会甲康芳镇慈善爱心协会，长期关心照顾南区甲安平区的学童。除了连续6档举办寒暑假的中餐助动计划，今年更加设立台南市妇科学业进步奖助学金，希望鼓励清寒的学生打拼来读册。2个理事长他们觉得说，我们不要跟一般的奖学金一样，我们要跳脱，我们要的是小朋友能够一步一步的进步，虽然有时候你可能一开始是谷底的成绩，但是如果人家给你鼓励一下，搞不好你会进步几分，你会对自己更加有信心，然后慢慢，有一天你也会达标的，也会达到天花板的哈。所以哈，我们的康环境慈善爱心会跟我们妇女联合会在今年哈成立一个台南市妇刊协业奖助金呐哈，进步哦奖学金呐哈，进步哦，这是进步奖哦，只要你跟你的成绩，比上学期有进步的，我们就会换奖学金给你。我们这个奖学金真的就是要让孩子保持一个高度的一个学习心，那他学习中，我受到肯定，我的学习会更加进步，那我会从学习之中得到乐趣。那他这个高度的学习心是一个持续到他的未来。不只说在这求学阶段，到他以后的社会工作者，他还是一样都会保持这样的高度，而且感恩的心。所以这是我们的妇女联合会觉得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为了打破传统奖学金一定要有好成绩的限制，台南市妇科学业进步奖助学金，只要成绩有进步5分以内，国小1000块，国中1500块；进步6分至10分，国小1500，国中2000；进步10分以上，国中有2500块，国小2000块，包括南区、安平甲东区，总共21间国中小学拢会用提出申请。受理申请的日期到3月19号查止。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